不用看谱哈，干那一句话尔。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从头到尾跟那哈利哈利哈利路亚。这是加勒比海的诗歌，所以真欢喜。迄个节奏爱真有迄个节奏感，很活泼。咱做伙来吟，对这个旋律做伙来，咱做伙来，哈嘞哈嘞，哈嘞哈嘞哈嘞路亚，哈嘞哈嘞哈嘞路亚，哈嘞哈嘞哈嘞路亚，哈嘞路亚。哈嘞哈嘞，哈嘞哈嘞哈嘞路亚，哈嘞哈嘞哈嘞路亚，哈嘞哈嘞哈嘞路亚，哈嘞路亚，哈嘞路亚，哈嘞哈嘞，哈嘞哈嘞哈嘞路亚，哈嘞哈嘞哈嘞。哈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咱来吟诗，加上会当拍谱啊声，会搁较喜乐哦。咱伫现场嘛，无一定要有啥物鼓，咱的唱的，咱的手就是一个手鼓哦，咱听过。一下我们的精神哈，好，继续咱来吟一首咱拢真熟的，以咱的古圣诗，啊，请咱很开，咱头前拢有圣诗69首，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心神你着唱歌，哦，感谢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
当咱咧吟诗的时阵吼，这个我们的忧愁烦恼就会怎么样？就会退去。好，因为当咱咧吟诗的时阵，咱的心思意念是伫歌词内面，所以唱歌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好心灵的运动。吼，咱咧吟的时阵啊，大声出声，大声来甲学乐出来。第一站，搁一摆。我的心是你着唱歌，路感谢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耶和华上帝。吟诗是一个咱信仰的告别，信仰的一个告白。在这个时阵哦，敢若女生会当看谱，要请所有男生甲你的谱放落来啊！恁这个时阵敢若唱一个，咱叫做 working bass。我的心是你着唱歌，很有力度，就这样唱而已。所有的男生来一次，3来，我再一次继续。好，女生第一节来。非常温暖浑厚，男生的声音能够在会众唱诗的当中被听见，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接下来咱来吟一首真温暖的歌，经有好歹是主所听。上帝在照顾你，念主是会稳当免惊。圣诗346首，346首。上帝伫咧照顾你，伫咧照顾我，伫咧照顾咱大家。逐日在顾，逐日带路，上帝在照顾咱。经有好歹是主所听，上帝在照顾你，念主是你。记得。
副歌搁来一次，再来一次，咱甲上帝在照顾你，甲改做上帝在照顾我。副歌的地方，上帝在照顾我，各自在过，各自穿路。上帝在照顾我，上帝在照顾我。咱将下面时间交予咱的部长黄明忠牧师。两位所应听的兄弟姊妹，大家较早大家平安。咱一早起是性别公益部所来举办的性骚扰防治专题演讲。我想咱伫这几年来看到全世界也包括咱台湾，一直拢在关心这个性别的议题。无论是咱讲的性骚扰、性侵害，还是讲性别认同，这几个方面其实确实拢是伫咱台湾的社会顶面大家足关心、注重的议题。特别是最近咱台湾选手到伫法国来去比赛参加奥运的时阵，最近一个新的议题就是讲，咱的选手互人质疑讲，伊的性别到底是男还是女？所以伊的成绩到底是毋是会当来得到认定？所以我想咱伫这性别的议题顶面实在是需要咱兄弟姊妹多多来参与，多多来关心。咱今早起来讲到这个性骚扰的主题可能伫咱的中间有可能你是第一摆来参加咱的活动的，我毋茫咱会当伫这个讲座的中间得到真宝贵的知识。若是你以前有捌伫其他的场所参与过这个讲座，也是讲听过类似的主题，也会当毋茫讲你会当伫这个课程中间搁一摆来去思想伫咱台湾的社会环境中间咱的法律是毋是已经拢保护周全，还是讲抑搁有甚物所在？是会当大家共同来努力的，无论是法律，还是讲咱教会兄弟姊妹唤起的注重，还是讲咱是毋是会当搁用其他的方式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咱今仔起真欢喜来请到两位律师来甲大家做伙分享。这两位律师呢，嘛是上帝所配合真好的夫妻。许志伟律师以及林义君律师他们是夫妻，然后一起在神国的当中为着上帝国的公平正义在努力着为的就是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台湾这个自由的环境当中受到法律很基本的保障让他们的人权、他们的权益都能够得到保护。那我们的许律师过去也曾经有当过法院的检察官所以相信他们对于法院的经历是非常的丰富。那我们想今天能够邀请到他们除了跟我们来讲解法律的专业知识之外我们也可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想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他们演讲过后可以来 Q&A 来举手问答让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可以有很好的呈现跟品质那我们在今天也有特别开放直播连结，所以我们可以在 FB 建成教会的是一节牧师的 FB， 那会有一个连结是 YouTube 的是吗？
就一个连结哈。好，那我们因为一节牧师交友广阔，所以大家可以在直播上面你可以用 FB 搜寻林义杰义杰牧师的 FB 可以找到连结，然后多多的转传还有我们现在在线上观看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也可以把这个连结多多的发送出去。那我们今天第一讲我们要先请许律师来跟大家来讲解有关性骚扰法律条文的部分。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所吟唱的诗歌当中，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是因为我们相信唯有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的生命也都在于你。你赐给我们人生命以及智慧，尤其是赐给我们有你形象的尊严。所以这样子的尊严是不容侵犯、不容小觑的。在这个形象的当中，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而且应当都被尊重。无论是外貌，无论是种族，也无论是性别，在这样子的讲座当中，我们恳求主，让我们更多来关注在台湾的性骚扰议题。我们要了解法律，我们也要了解个案。在这2个小时，在这1个早上的时间，主与我们同在，能够让我们更多有属灵的智慧，以你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社会。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给你，也恳求主特别来赐福我们2位讲员，愿他们所说的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注意，也让他们所讲的这些法律的条文信息同样让我们更加的有属灵的智慧。我们为2位讲师来祷告，愿神能够恩膏他们在接下来所讲的信息当中有主的同在。我们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许律师。大家好，我是许律师。那个法律的课程，其实我们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通常都会觉得蛮无聊的。但是我们就是尽量用这种比较有趣的方式来呈现，就是这一段可能大家在生活上都会遇到的问题。那目前的话，我们主要的要讲的内容，其实就是跟性骚扰的部分。那其实在这个议题上面的话，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你情我不愿呐。当然，你情我愿自然就没有骚扰的问题，反而是情趣。那如果你情我不愿的状态下，有可能按照程度的区别，会是骚扰，会是性侵害，或者是一些现在就是新修法的跟踪骚扰防治法上面的跟骚行为。那我们进来下一段就是我们2位的简历。那我是许志伟，那我之前是在桃园地检署担任检察官。我有3年的妇幼组的经历，所以其实这个议题上面的经验还算是蛮娴熟的。我是台北大学毕业的，然后硕士班是念文化法研。那曾经办理过的案件，其实大概就是上面所呈现的这一些。我现在是在哲律法律事务所台北所担任这个资深刑事顾问律师。那这是我的简历。其实这个议题最简单的就是这一张图，满足你的欲望不是我的义务。这个其实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明白这个道理。下面就是年轻人的梗图啦，就是如果可能有一些大家觉得比较不庄重的地方，那也请多多包涵。那性骚扰是什么意思嘞？这个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性骚扰防治法上面的定义哈。法律上面其实就规定说，除了性侵害犯罪以外，那什么叫做性侵害犯罪？以我们现在的刑法来规定，其实大家想得到的，通俗的来说，第一个强奸啦，那再来就是强制猥亵。那当然可能在教会或者是说在学校，甚至是在一般的有这种上命下从的关系里面，可能还多了一个所谓的权势性交跟权势猥亵的问题。那权势的部分就是有一点类似，我跟你可能有一个上命下从的关系，你
受我的指挥监督，那我利用我这个有这个指挥监督的权利，可能会给你一些制造心理上的压力，让你不得不同意说就是配合我去跟我发生一些跟性有关的行为，那这个就是权势的部分。那当然就是，其实我们的法律的规定有一些体系上面的，就是制定的方式，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以前我们从小一路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知道我们的处罚，我们犯了错的处罚，一定都会按照你犯错的程度来去，大家可能会规定说啊，你这个要打一下，这个要打2下，这个要禁足，这个可能要扣你的零用钱，什么都会有这种程度的处罚。其实我们的刑法也是一样的。那在最严重的当然就是所谓的违反意愿的强制性交，那这种就是真的会触碰到所谓的我们性自主权的核心的部分，这个的处罚会是最重的。那下一步当然就是可能不到那个程度，但是会让人觉得不舒服，让人觉得被冒犯，让人觉得说，我不喜欢你这样的行为，请你停止。尤其是其实这种行为的话，在规制上面当然就是又多了一个所谓的性骚扰，这样就是不到所谓的性侵害的程度，所以就是要对他人实施违反意愿而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行为，而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大家有没有觉得法律很烦啊？这些东西能讲人话吗？就是讲人话，就是有没有感觉啦？大家其实都是大人了，长这么大。看到一个，比如说小时候大家看到一个可能穿的比较少的泳装美女照，看到一个帅哥，就是露出他的巧克力腹肌的时候，大家自然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性欲。对，就是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产生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其实就是所谓的跟性或性别有关的行为。这种东西其实真的是要体验过，你才有办法去理解文字上面的意义。那法律的规定，其实我们的法律就是所谓的罪行法定主义。你既然要有规定，你就要把定义讲清楚，让大家能够明白说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所以大家就是产生了这样子的文字了。那有这种所谓的以他人顺服或拒绝该行为作为其获得、丧失或减损与工作、教育、训练、服务、计划、活动有关权益之条件。啊，这是什么意思嘞？讲白点就是你要跟我换啦，对啊，你提供我想要的，我就给你，就是一些我可以给你的好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如果用年轻人的比较通俗的话语来讲，就是包包换包包啦，这样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对啊。那再来就是所谓的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图画、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视、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损害他人的人格尊严，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敌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当影响其工作、教育、训练、服务、计划、活动或正常生活之进行。这种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所谓的不当追求啦。其实性骚扰在台语上面就的哥啦，对不对？我们大家其实应该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都会遇到这些经验。可能大家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就是会黏上我，对啊，那会黏上你，当然就很正常，就是趋于本能嘛。可能你的身上有什么特质，也许你长得漂亮，也许你的性格，或者是说你的行为处事的方式，就是吸引他。那有的人的表达很含蓄，有的人知道界限在哪里，但是有的人就会觉得自己很帅。通常以我在实务上遇到的经验，最常看到就是自以为自己很帅，然后女生呢，女生可能就会觉得，你可能是我的前辈，你可能是我的学长，你可能是我的主管，所以大家都会有所谓的贩卖式的微笑。就是一开始当然表面上会跟你就是好来好去的，你的一些行为举止，可能或许他内心真的觉得啊，你到底在做这样干什么？我觉得好恶心哦。比如说每天早上来就会就会坐在就是站在我的办公桌前面，然后一直想要靠近我，然后动不动就想说哇，你今天好香哦，你今天头发怎么这么香？你今天是洗什么洗发精？你喷什么香水？对啊，然后甚至会有一些比如说想要去触摸你的行为。其实这些就是这个在讲的东西，对，
他可能会有一些举动，不管是给你文字、给你讯息、给你影片、给你什么的，比如说现在其实有一种我也会没有办法理解的，说晚安，说晚安，有人会认为是性骚扰，为什么你知道吗？会不会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对不对？其实我也觉得莫名其妙，因为这个其实牵涉到两岸之间的中国跟台湾之间所谓的大家对这种晚安还是晚上好的定义。中国那边都说晚上好，所以在中国那边就发展出一套，当你说晚安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要跟我做爱？对，就是有这样子的定义。所以之前就有发生过，有一天可能就是一对男女朋友邀了女生的闺蜜来家里做客。结果在离开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在门口送客嘛，然后男生就跟女友的闺蜜说：“那就回去小心啊，晚安喽。”完蛋了。隔天这个女闺蜜就传讯息跟她的就是好朋友讲说：“你要离开你这个男朋友。”因为听了大家一头雾水啊，什么意思？她说：“哦，因为他昨天跟我说晚安，表示他心里对我图谋不轨。”所以其实这个很可怕，就是在性骚扰跟这种所谓的就是到底什么叫性骚扰这个定义上面，我只能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不一样的解读跟不一样的解释，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形了，就是什么叫以他法使而有损害他人人格尊严或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敌意或冒犯。其实这个东西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跟社会风气的演进，会有产生不一样的标准跟见解。就像如果是在50年前，可能今天你穿个膝上10公分的短裙走在路上，人家就会觉得，你这样子妨碍风化。可是现在大家会觉得这个其实也还好，这不过就是女性自己对自己身体自主权的一个展现。所以，我们整个法律的构成要件上面，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不是罪刑法定吗？但是问题是，罪刑法定就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它可能会太僵化，那会导致于说有一些大家觉得应该要防止、应该要避免、应该要处罚的情况，来不及把它规范进去，所以就会有这种所谓的概括规定的文字用语出现。但是这些东西对大家其实也很困扰，你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会难以理解的，有时候我们就是法律系，我们当初在受训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看不懂啊。那些都是可能要经过一些实务的训练、一些人生的历练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说这些文字它带来的真正的意义。那当然，这些东西就是还会有一些适用的，就是范围。我们其实针对性骚扰的防治体系的话，有所谓的性骚扰防治法、性别工作平等法跟性别平等教育法。其实这个是在规范我们人生的3大活动范围。第一个工作场所，第2个学校，第3个这2个场所以外的地方。那教会的话，其实它可能就会有2部法律要适用。我们一般如果是教友之间在这个教会的场合、聚会的场合因此认识而发生的性骚扰的行为，是要适用所谓的性骚扰防治法。但是如果大家是在教会有担任就是所谓的执事或者是服侍，或者是一些可能在教会的行政体系里面有任职的场合，那彼此的同事之间去发生性骚扰的行为的话，那就是性别工作平等法，所以是不一样的。2个会有不一样的效果，申诉的机关、申诉的单位跟它可能产生的效果其实都会不一样。法律很烦哦，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这个定义的部分大家看完了，其实大家只要记得啦，反正就是包包换包包，然后再来就是你做了一些让我觉得不舒服，然后你自己去想，就是你就是出于这种想要色的心情去做的这些，不管传讯息、传影音，还是说去接触你、去跟你聊天、去碰你的身体，这些行为其实大概都会可能会落入性骚扰的范围。那在性别工作平等法上面的定义是什么意思？大家有没有觉得好烦哦？怎么又是定义的问题？对，其实法律就是3段论法，先弄出一个定义来，然后说，这样的行为是要处罚的。那再来去函涉，你今天做了这样的行为，没有符合我们的规定？哦，有，那就是处罚，就是这样，这就是法律。看得懂中文就可以念了。如果有小朋友想要念法律系的，也欢迎可以来问问我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告诉他回头是岸的。然后这个你看我们在性别工作平等法上面的定义哈，不好意思，就是
受雇者于执行职务时，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性别歧视之言辞、行为，对其造成敌意性、胁迫性、冒犯性的工作环境，导致侵犯、干扰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或影响其工作表现。这个是受雇者于执行职务时，任何人，所以这个是规定什么？就是员工啦，对啊，员工跟员工之间啦。那再来就是老板，对，最常见的其实当然就是老板啦，因为老板都会觉得自己很帅，自己很有钱，所以看到一个这个比较有姿色的就是下属，可能大概都会比较心怀不轨，所以就有规定，雇主对于受雇者或求职者为明示或暗示的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者是性别歧视的言辞或行为，作为劳务契约的成立、存续、变更、分发、配置、报酬、考绩、升迁、降调、奖惩之交换条件，限于职场。所以这个大概，我相信这个其实大家这样看，应该都会有一些，就是大概会有粗浅的了解啦。那其实，在雇主对受雇者或受雇者于执行职务的时候，其实我之前遇过一个很奇怪的案例，就是那个咨询的时候遇到的。他来问我说，他是一个上市贵公司的部门的主管，那他有个女下属。其实他应该也是对他，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对他这个主管对这个下属就是有点意思啦，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密切的这种讯息啊，还是干嘛的交流。那有一天他就被告了，就是那个女职员离职之后，有一天他就接到就是公司说，你被性骚扰被申诉了，他就一头雾水，想说是什么申诉的内容。其中有一条就是他传了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河滨公园嘛，河滨公园其实那些跑步的地方都是一些跑步圣地。那我的当事人来咨询的时候跟我讲说，当时对方是有跟他就是在闲聊中有提到说，他住的附近的河滨公园就是不错，是个很适合跑步的环境。他有一天他就跑到那边之后，就是拍一张照片传给他，完蛋了，他说他这样性骚扰，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其实这是一个谐音梗啦，但是这个真的是也是真的无边无际啊！我就是觉得，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干脆不要跟女生讲话好了，我觉得真的有够危险的，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又会觉得为什么没有人来追我，但是我来追你的时候，到底什么叫追求，什么叫性骚扰？现在我真的是案件越办越多，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教小孩。就是一张河滨公园的，我今天跑步来这里，很漂亮。环境很舒服，大家这样觉得为什么会变性骚扰？对，约跑，你要约我跑，所以就是要跟我约炮。哇靠，这什么东西啊？对，然后我就要面对一连串的，就是性别工作平等这种调查的这种要去陈述意见，要去调查，然后还要。就是被人家讲说，这个主管的性骚扰，因为这些到底骚扰的内容其实是不会让人家知道，但是人家就会贴一个标签在男人身上，你性骚扰。所以以前其实我在地检署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些同事他避嫌到什么程度，只要有女生进他的办公室，他第一步先把门打开，对，然后你跟我讲话，拜托你跟我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对。因为说真的，男生要被整太简单了，在这种2个人，因为其实这种事情发生的场合，通常就只有要么就只有你跟我而已，一般人应该不会蠢到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你啦，因为真的没有人自以为这么帅的啦，不过我也是有约过这一种的，对，那当然在这种场合，其实女生只要一尖叫，衣服拉一下，妈完蛋了，死定了，对，怎么办？对，所以其实真的男生要学会保护自己啊，那该有的就是一些证据啊，干嘛的，该避嫌的要避嫌。那这些就是性别工作平等法上面的定义。好，我们再换下一个。那被害人呢？大家觉得通常都是男生骚扰女生，对不对？我跟你讲，没有。其实现在大家都很开放了，所以男生骚扰男生，或者是女生骚扰男生，或者女生骚扰女生，我都遇过。对，因为大家其实说真的，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地方。有时候你可能是一个男儿身，但是你的灵魂是女生，
但是你又爱男生，那这样到底你是同性恋还是？所以就是有些生理男，然后心理女，但是他是同性恋，所以他爱女生。我也遇过这种生理男，但是心理女，但是他是同性恋，爱女生。所以这定义其实会有一点让大家觉得说，到底要怎么去鉴别说，到底这样的情形 OK 吗？因为大家以往的比较传统的概念就是女生跟女生之间有什么性骚扰的问题啊？你有的我也有啊，我对你没有任何这一方面的意味跟欲望，我可能只是就是比较喜欢肢体上的接触而已。但是对不起，只要造成人家不舒服，只要你的这些行为有让人家感到冒犯，然后又是摸一些我们可能客观上觉得可能是这些性隐私的部位，就是会有。所以其实现在随着时空的演进，大家会觉得我们的法律其实越来越去重视一个人对身体跟对自我的就是自我这个人的尊严跟我的自主权，就是会倾向于去保护这些东西。当然，你保护的范围是多少，你定义的明确与否，就会变成说这个法律适用上到底会不会很困难，会不会让大家动辄得咎？少子化有时候这些也要负一点责任，因为说真的，你要怎么去界定是追求跟所谓的性骚扰，甚至是跟踪骚扰，其实这个都会是现在有了这些法律之后会产生的问题。好，那我们再进去下一个，那当然就要进入到就是所谓的实力的部分啊。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行为：摸头发、摸脸、用手指点你的背、点你的肩膀。来趁拍照的时候揉你的肩膀、揉你腰，还是握手的时候故意就是多抓个几秒钟，甚至说抠你手心，还是说踩你的鞋子？通常踩鞋子这件事情都是女生要引诱一个男生的时候会做的事情啊，对啊，或者是假借打招呼亲吻你的手、亲吻你的脸颊，哦，这个也很常见啊。我就美国留学回来的啊，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打招呼的方式就是这样嘛，就是看到女生就是把你搂起来，亲亲你的脸颊，亲亲你的手啊。但是问题是我不要啊，对啊。大家当然如果是一个帅哥做这件事情可能会舒服一点，但是就是对，所以还有再来就是摸你的生殖器，这最常见的是什么？大家在小时候国中、高中的时候最常遇到的事情，可能男同学之间就是嬉闹，还是要么就是摸你小鸡鸡，要么去偷掀女生的裙子，甚至有的恶劣去拉你的内衣的肩背带。其实这些大家小时候应该都是共同的成长的经历，这些东西其实都有可能是性骚扰，甚至有的时候会变成强制猥亵。就像以前我们念高中的时代，最常见的一种游戏叫阿鲁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对，其实阿鲁巴在我现在的感觉里面，那根本就是强制猥亵了，因为以前的阿鲁巴就是大家在生日的时候。全班就会把寿星抬起来，把他的腿张开，然后去撞门框，去撞什么地方。大家就是好玩，大家就是有趣。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就是强制猥亵，因为你那时候你没有办法反抗，你已经被抬起来了。虽然说我也被抬过了，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就会觉得，都算啊，都算，不是所以我刚刚其实大家看前一个不限男女。就像我们以前也都遇过那种就是男生去申诉，学弟去申诉学姐说，学姐你在带我的过程中，你会对我毛手毛脚，对，这个都有，就是可能那个学姐可能会比较，比如说啊，就是会点你的肩膀啊，对啊，然后会干嘛的，可是我只能说大概就是双方有一些不愉快。但是我只能说，就是这种情形不限男女，真的大家记得，男对男、男对女、女对男、女对女，都是有适用可能性的。好，那我们再继续下面。那大家觉得嘞？来，大家觉得摸头发有没有？男生最常弄了，摸一下，对了，对啊，摸摸头，对啊。还像川普最近不是在。就是说，救命恩人，所以就是搂人家就给他亲下去，对啊，对啊，这个其实也要看啊，这个对啊，大家都可以想啊，就是你看这些案例，对啊，大家觉得哪一种会有？可以想一下，其实这一定都是大家在现实生活上一定会遇到的问题。
对啊，对啊，你大家可以想啊，踩鞋子如果今天如果站在老婆的立场，今天你的老公跟他的女职员、女下属吃饭的时候，结果他在桌下给他踩下去，老婆会有什么想法？对啊，对啊，不舒服嘛，对啊，但是问题是这样有吗？这个在我们的定义这叫勾引，对，这100%就是一个勾，这个女生要勾引这个男生的一个行为，但是这个是性骚扰吗？对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好，那我们进来，大概的标准就是这样啦，不是只有碰到你的身体才算性骚扰。那再来就是，只要想色而出发的言行举止，让接收者感到害怕、被冒犯、敌意都有可能构成。在性骚扰防治法上面，其实它的处罚分成2块，它其实还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一个是所谓的行政法，就是讲白一点就是开你罚单呐，开你罚单可能缴钱就了事了。另外一个就是真的要关的那一种。那2个的区别在哪里？有没有摸到？对，有摸到，只要有摸到的，可能就要考虑会不会是触犯刑法的性骚扰。那当然也不是随便摸你身上的任何部位都算性骚扰，那完蛋了，因为不小心点到肩膀，哇靠，性骚扰；不小心点到头发，性骚扰；点到你的手，性骚扰。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定义上面的区别。来，我们先看一下，这就是所谓的罚则啦。那行政法的部分的话，基本上就是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去罚所谓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对于有这些权势的，这种就是所谓的权势的定义。教育、训练、医疗、公务、业务、求职或其他相类似受自己监督照顾之人，利用权势机会性骚扰的话，是可以加重其刑到1/2的。这是行政法的部分。那刑事法的部分的话，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定义叫什么了。意图性骚扰，什么叫意图性骚扰？我想要色啦，对啊，我摸你这个是带着攻击性的，就是我要满足我自己的欲望的行为举止，我基于这个意念去发动这个行动，这个叫做意图性骚扰。证人不及抗拒，这个就是性骚扰行为跟强制猥亵一个很重要的区别点。其实不管是性骚扰，不管是强制猥亵也好，其实它都会牵涉到一个违反意愿的问题。那怎么去界定？就是所谓的乘人不及抗拒。乘人不及抗拒意思当然就是当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过去了。就是如果你发现有反抗，对方还继续，那可能就会跳入所谓的强制猥亵的范围。所以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大概清楚一下这个定义，可能以后在处理这一类的案件的时候会比较有概念啦。因为不管是在哪里，教会、学校、工作场所，或者是说在你的日常人生的交往中，一定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只要人类有欲望，人类会想要生小孩，就会有这件事情发生。亲吻、拥抱、触摸、臀部、胸部，大家的立法者的概念里面就是臀部跟胸部这2个地方就是绝对不可以碰得进去。还有所谓的其他隐私部位的行为，那当然隐私部位为什么它不直接写生殖器？所以这个其实就会是法律上面的所谓的这种就是定义的问题，因为它这样不用多写啦。那当然，什么叫其他身体隐私处之行为，其实就会有定义上面的问题了。到底什么叫隐私处？大家就觉得你的隐私处可能跟我隐私处的概念会不一样，对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刑责的部分就是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科或并科，这个所谓的1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基本上有可能按照程度的区别，你要判到就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有期徒刑就是2个月啦，2个月以上的刑期就是有期徒刑，那拘役就是59天以内，或科，所以它可能会有3种刑罚的方式，就是判你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或者是单纯罚你钱，或者是判你有期徒刑再加罚钱，或者是判你拘役加罚钱，这个不一定，这就是看法官跟你当时你性骚扰的程度，还有你造成这种被害人的心理受创的严重性，法官可能会去审酌来去帮你量刑。好，来下一个，什么叫乘人不及抗拒？其实当然就是我们刚刚就已经讲过了，当你发现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你也来不及对他说不可以，你也来不及就是去做一些反抗的举动。所以就是所谓就是指被害人对行为人所谓的性骚扰行为尚未及感受到性自主决定权受到妨害、侵害就已经结束了。那如果是持续一段时间违反被害人意愿，那有可能就会变强制猥亵哦，这个大家要小心哦。这个一个从可以撤回告诉变成不能够撤回告诉的刑期，可能会拉到5年，这个是差非常多的。下一个，到底是哪里？大家觉得嘞？其他隐私部位，大家觉得哪里？该逼算吗？对啊，脸嘞？脸算不算？对，牧师讲到重点了，对，就是大家会用衣服盖住的地方，大概会，其实现在目前法院的标准大概是这样。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怎么说。这是一个宜兰地院的判决啦。他的说法是说，所谓的隐私部位就是必须是臀部、胸部同样具有性的遐想欲念，具有与性别相关的特质，且为衣着覆盖遮掩，依照社会一般通念。你看又来了，社会一般通念。其实这个东西就表示它是会随着时代的进步会有改变的。非有亲密关系，不得任意为他人所见之部位使主当之。讲白一点，就是这个地方只给老公看，只给男朋友看，只给女朋友看的东西，这个地方你给我摸了，就是所谓的其他隐私部位啊。所以那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到底是哪些部位？这个案件其实是脸颊，他就是在过程中摸了你的脸颊。其实这也是很多女生可能会很讨厌一个行为。我可能跟你暧昧，我可能跟你关系很好，但是可能我不表示你可以摸我这些地方。但是男生就会觉得不管了，反正不是一巴掌就是一辈子嘛，先摸了再说。那这个就是就会发生这种状况，就是摸脸颊。所以法院就说，啊，你脸颊部分不是隐蔽不可见的生理部位啦，所以不会有隐私的性质哦。所以这时候就会觉得，回教国家还不错，就有包起来。对啊，就是大家在外面，每个女生脸都包紧紧，你摸她的脸，完蛋了，就是可能会入这个地方。但在台湾，在美国，可能就不会咯。对，那所以这个地方法院有讲了一句话嘛，就是说，因为它没有隐私的性质，所以他认为跟所谓的其他身体隐私处的要件是不合的。对啊，那在这种地方的话，就是基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刑法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罪刑法定跟所谓的刑罚迁移啦，就是非到最后的关头不会用刑法来处罚，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对于性骚扰防治法的性骚扰行为就不可以脱离文义去过度的扩张解释。讲白了就是这样的行为就是不算啦，但是呢，这只是说它不构成要受刑罚处罚的性骚扰行为哦，它可能还是会有行政法上面的规范。所以其实法院用这个判决也是在告诉你说，对，虽然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不需要动到刑法的，但是你可能还是要罚钱，你可能还是要面对后续行政上面的问题。好，下一个。那我遇到性骚扰，其实最重要的是我遇到性骚扰怎么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在这一类的性侵害犯罪，通常是所谓的密室犯罪，在场通常只有你跟我，行为人跟被害人2个人的状况。那怎么办？我们要告人，大家要记得，要告人不能只凭一张人的嘴巴，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我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女生说啊，许志伟你强奸我，我就要被关7年，天哪，这大家不会觉得太恐怖了吗？所以我们的证据法则会规定，告诉人的证明力是要打折的。你今天跳出来指控一个人对你犯罪，不能只单凭你的嘴巴就去定那个人的罪，你需要有佐证。那所谓的佐证是什么？大家就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 A 加 B 加 C 加 D 的这种概念。你可能要么要有证人看到，要么你要有相关的录音，要么你要有一些就是事后你可能去套他话的证据。他去承认说他确实有对你做哪些行为，不管不等，反正很多，就是越多越好，让大家可以看到说，确实每个人来看这些证据，去对照你的说法的时候，
都会得出一个想法，就是你就是他妈的有做。最常见的就是，对不起，我们讲话比较对，检察官当久了比较这个会挂在嘴边。刚刚老婆有点生气，拍点。然后反正就是这种时候最能够一棒打死的，当然就是监视器啦。监视器就是拍到整个过程，你就是有摸，所有的人看了这个东西都会觉得就是你做的，对。那再来没有的话，可能是录音，但录音这种东西其实大家就要小心了，因为有时候也很常见，你明明没有打啊，但是他录音机就是拿着开着录，就说你干嘛打我？你干嘛打我？你为什么要推我？对，这种其实，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录音机这种东西的证据力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强，因为有可能他发出来的声音跟他现实的状况是不符的。那当然再来就是证人，证人其实也是一种很不可靠的东西啊。就像我今天就是问牧师，那种，牧师，你3个月前的就是今天是8月2号，8月3号嘛，对不对？所以你那个5月3号的时候，你早餐吃什么？你记得吗？你不记得对不对？那你记得你那天怎么上班的吗？不记得嘛，对不对？这就是证人，大家知道吗？这就是正常的证人。你看过的东西、看过的事情，你可能会忘记。所以说真的，你也可能会加油添醋。或许你跟这个被害人比较好，或许你跟这个被告比较好，你会隐瞒对自己喜欢的人、跟自己关系好的人不利的东西。或者是你真的就是忘记了，但是你又要逞强，所以你就会假装自己加油添醋，讲说你看到了什么东西，这个就是证人。证人的证词基本上是不可靠的，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所以其实，在诉讼上，大家可能会很疑惑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有发生过的事情，他却会无罪？其实现在大家去看很多的新闻，很多的评论。再去评论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非常去脉络化，就是说啊，恐龙法官、恐龙检察官，你就是明明就有发生过，你为什么要放过他？其实你真的有去看判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我们现在的市面上的这一些名嘴，不管是 YouTuber 或者是一些主持人，或者是一些想要带风向的人，他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件事情去脉络化。截取结论，然后就直接做出评论。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结论？他不会告诉你，他也不会告诉你说为什么法院会这样的判断。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要养成一个独立思考的模式。以我自己的经验，其实在新闻上面去阐述的一个诉讼案件或者是一个犯罪事件，它的判决结果，通常都是带有立场的。那这个立场，其实我觉得你当然你如果是站在相同的立场，你就会骂得超级开心，就觉得啊，你看大家都这样想。但是你没有去看判决的论述，你没有去看到底当时的证据的取舍的时候，就会发生一样的问题。就像现在的国民法官制，以前大家都会觉得，哦，你们这个恐龙法官啊，为什么杀人犯你要放过他？为什么他可以逃死？为什么他可以判这么轻？为什么？对啊，就会觉得很疑惑啊。但是大家都懒得去看判决啊，所以司法院就搞了一个国民法官制，找大家来背书。其实大家知道哦，在职业法官跟国民法官上路之前，我们有做非常多的模拟法庭的测试。测试的结果统计出来，国民法官判的刑度通常是比一般法官要低的哦。大家要记得这件事哦。所以其实这是表示了一个什么现象？举证很重要。你证据的东西你要证明出来，你要让大家看了这个东西，为什么？什么叫有罪判决？有罪判决的定义就是你当所有的人不管谁来看了现在这个案件上所呈现的证据，所有的人都会得出一个见解，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你做的，这个东西才能够下有罪判决。所以其实大家要记得这个概念。那在诉讼上就会变得很重要了，就要搜证啊。可能讲都很简单呐，但这些事情其实通常发生的时候你都猝不及防。可能一发生你就过去了，就会导致很多现象，就是到最后就只剩下各说各话，被害人说有，被告说没有，那怎么办？按照证据的法则，大概率都只能放过被告，因为无罪推定嘛。而且说真的，每个会出来告的人的心里都各怀鬼胎。说真的，我以前真的遇过，
我以前都遇过那种妨碍性自主的案件。你看警询笔录，甚至我自己简述的流程，在问侦讯的时候，女生讲的声泪俱下的，对啊，然后都说她是被灌醉、被强奸。你看完你都觉得哇，我都相信他，这个男的好可恶。传了被告来之后，被告拿出了终极的证据——刑房记录器。刑房记录器啊，就是他们那时候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同一个房间的几个猪朋狗友们有偷拍。你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我被骗了。对啊，女生是自愿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片后来男生嘛，所以大家要记得不要拍，不要拍，不要拍，千万不要拍，有拍真的就会被流出去。所以他的朋友就把这些东西传到了这个女生的男朋友的那边，男朋友看到了当然去问女生啊，你为什么要跟其他人发生关系？女生怎么办？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呢？出来提出告诉啊。对啊，所以其实大家要知道说，就是在现实上，为什么诉讼上会发展出这样子的证据法则？为什么会说，这个不能够只单凭告诉人、被害人的片面说法就去定被告的罪，就是会发生这种情形。为了避免误判，其实这些都是人类从以前到现在的智慧心血的结晶啊，就是尽量按照过去血泪的教训去减少误判的机会。讲这么多。重点就是搜证很重要，因为这类的人，他很可能只会做一次，被你大声呵斥，甚至你不理他的时候，他可能会缩手。但是偏偏就是会有那种，我就是喜欢，我就是要，我想到了，我就是要继续一直做的这种人。那这个时候你自己就要有警觉，可能你身上就要随时带着可以搜证的，不管是录音机也好，不管是证人也好，还是说你跟这个人接触的时候，你就要去站在一个监视器拍得到的角落。这是大家要有这个意识啊。但是在现实中，说真的，这种事你真的要遇到一次，你才会知道，不然谁会没事带着一个录音机，出事的时候赶快录音，还是说赶快去啊这边有没有监视器找一下？没有人会这样做啦。对，但是通常没有这些东西。说真的，在定罪上就会发生困难，但是你这个你也不能够说，这个是恐龙检察官、恐龙司法官，为什么我明明就受害，为什么明明就受伤，我受了这么大的伤害，你却判他无罪？重点就在这里，对，这就是一般民众跟法律上面的落差。我相信很多人在今天听完这些之前，应该也都不知道这个概念，都只会觉得，为什么明明有做啊，为什么会无罪，为什么会不起诉？但是这个明明有做，大家的认知上其实就存在了天壤之别的差异。那我只能跟大家说，在实务上会认定的证据比较有力的，当然第一个就是对话记录。最常见的就是在发生事情之后，女生就会，或者是被害人可能就会就是传讯息跟这个行为人，或者是我们叫他被告范闲好了，问他说：“你那一天为什么要摸我？”对啊，你有得到我的允许吗？那这时候聪明的被告他可能就会开始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对啊，就是死就是不承认，不管你怎么问怎么逼，他就是不讲出他有摸你这句话。那有的可能他觉得我真的喜欢你，对我做了一些逾矩的行为，这有所谓的你情我不愿的状态嘛。所以就是他可能会为了再继续让这个女生对他有好感，他可能就会承认。这个东西基本上在实务上是会被认定有证据力的。再来人证，当然人证最好就是越多越好啦。那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会让人证的证据力会比较足够呢？大家觉得是什么？其实证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陈述前后要一致。你讲的东西、讲的细节、时间、地点、做的行为，其实你不管在警察那边讲，不管在检察官面前讲，还是在法院、在法官面前讲，你如果讲的情节内容全部都一致的时候，那当然可信度就高嘛。那当然，如果一个证人、两个证人、三个证人讲的东西都一样的时候，那让大家相信有这件事情发生过的机会，当然就会大增。这就是实务上面的原则，也是我们其实一般认定事实的一个标准啊。
你证人的说法要不能够有瑕疵，你不要一下说有，一下说没有，一下说确定，一下说我现在想想好像不是这样。当你有这样子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这些就是执法者在面对这样的证据的时候，我们就会倾向于认为你的说法不可靠，不能够拿来当被告有罪的证据。再来，录音跟录影。那其实录音跟录影的部分就绝对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一个客观事实的呈现。当然，或许有可能这个科技的进步，在不久的将来，有一天 AI 可以强大到可以做出一个假的东西。就像现在其实，尤其是这种脸书上面啊，这个顺便做个诈欺宣导好了。大家在脸书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些投资的，尤其是像最常见的软木华啊，什么吴淡如啊，还是什么谢金河啊，或者是什么，对，什么叉叉，不管什么，反正现在甚至之前那个张忠谋的老婆也有，对，他们就说啊，就是他过了这么多年，他决定要来做善事了，要把他的投资心得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来免费上课加 Line。现在我都有看到那种 AI 生成的，就是我记得是阮木华吧，对啊，就是 AI 生成的，他就是在那边介绍，就是说，他的投资心得分享的这种东西，然后要你进大群这种，对啊，所以你看现在连这些都可以伪造了，所以很可怕，甚至包含你接的电话，很多他们一开始的手法就是用这种电话陌生拜访的方式，这些电话其实大家想得到吗？在2年前，它就是 AI 语音了，它不是真人，它是预录好的几个词条跟问题，然后我们这些接听的人讲话之后，他去分析你的语义是肯定是否定，然后他就会根据他分析出来的语义去跳到下一层要给你的问题，都是 AI 啊，很可怕啊。所以到底影像的东西，到底之后能不能用，我不敢跟你讲，因为说不定几年后我们的科技发达进步到这个东西都可以伪造了，所以眼见已经不见得为凭的啦。这真的是我觉得是科技进步，但是也是另外一方面会造成之后大家证据认定上困扰的问题。不过这可能离我们还有点距离啦，但是不能说不可能实现，这大家也要注意。那再来下一个，性骚扰防治法上面的管道，就是我遇到的性骚扰怎么办？其实大家最想要知道应该就是这一块啊，就是被害人能怎么办？第一个申诉。那当然为了避免很久以前的事情又被拿出来炒，因为毕竟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发生证据会灭失，那可能大家的记忆会模糊，会造成收上面困扰，而且会造成大家的处理上面的不便。所以其实法律就有规定了一个时间，1年内，你在1年内你才能够向加害人所属的机关、部队、学校、机构、雇用人或者是主管机关去提出所谓的申诉。要记得哦，超过了1年，基本上你提这些东西，人家就会直接程序上面给你驳回，也不会去处理到底事实认定上面的问题。那受理申诉的机关、部队、学校、机构或雇用人的话，就是要在2个月内啊，就是如果2个月内没有完成调查报告的话，就是或者是说这个申诉人对调查报告结果不服的话，那当事人得于期限届满或调查通知到达翌日的30日内，就是在向主管机关提再申诉。所以它也不是一个类似这种你们自己的机关就可以一状定生死的东西，它毕竟还是会有一个上面的这种所谓的纠错机制啦，就是让你有一个审级救济的制度。那如果超过30日之再申诉期限的话，主管机关是得不予受理。这个就是通常如果是应的话，就是绝对没有什么讨论的空间，没有什么转换的余地，超过就是不理你。他既然写得的话，就是表示这个东西是可以审酌的。但当然，大部分的主管机关在这种情形，如果不是情节特别严重的，大概都还是会把你丢回去了，就不让你去出，就不受理你的东西。是。对。2个月，对，其实主要是2个月，对啊，反正就是办案期限就是给你2个月啦。我申诉了之后，你2个月你就要把我调查结果弄出来了，大概意思会是这样啦。我法条没有截取全部，那其实你是说？
其实不会，原则上的话就是它的调查期限就是2个月，因为有这个规定其实是要避免，因为立法者想到的状况是什么？机关、学校或者是机构，可能这个行为人跟里面的关系就特别好啊。我受理的被害人申诉，我全部的人都照这个加害人，所以我就是故意拖，我就是不让你有结果，对啊，让你石沉大海，到我这关卡下来。所以这个规定其实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况，就是你时间到了，结果没出来，反正就是直接去跳更上一层的主管机关来处理这个问题啊。所以其实大家都有想到，尤其是私人公司，我以前真的也遇过，就是老板去，他那个已经其实不叫做性骚扰，其实应该已经是强制性交了，就是一个女部属，对，但是他们的性别工作平等委员会的主委是谁？那个老板的老婆，对，怎么办？对，这种状况你可以期待会有一个公正的结果吗？不会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设计，就是你真的觉得已经拖稿拖时间，那就是继续往上，让上面就是外部的人来处理。对啊，那这个就是大概就是现在所法律上面的规定了。那在性别工作平等法上面的话，第一关当然就是像雇主嘛，对啊，那就是要雇用受雇者要30人以上的公司才会大概会有这个性别工作平等委员会的设立了。那处理的原则就是不公开、保密，大家有没有看到了？不公开。其实这是我刚刚讲的，其实这种性骚扰申诉，不管是对被害人来讲，当然对伤害最大的其实就是这个行为人了。因为说真的，你有可能真的没有做，但是问题是，一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是整个公司、整个环境大家都会知道。可是你到底做了什么？不公开，这个伤害有多大？万一今天你真的没有做，但是就是这个女生挟怨报复你的时候，我只能跟你说，现在法律上没有什么真的可以救济的管道，尤其是在这种可能是诬告的状态下，以前依照我们地检署处理的原则，除非你有非常明确的诬告的证据，不然我们会倾向于相信被害人的说法，只是被害人的举证不够。不然你想想看，今天我都已经受了这么严重的伤了，司法还不支持我，到最后还要说我诬告，你会不会自杀？会啊，被害人会不会自杀？我遇过啊。我刚刚检察官的时候，我第一个妨碍性自主的案件，我前手留给我的，我那时候传来问完被害人，大概没有1个月，他在家里衣柜上吊。当然不是我的原因啦，当然是他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发生了很严重的忧郁症。那忧郁症的情形，你如果没有获得妥善的照顾和治疗，其实这是很常见的状态。那只能说男生要懂得保护自己，女生可能也是要，就是该有的界限要有，减少自己就是被遇到这种磨难的机会。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是要让当事人充分陈述啊，然后在调查的过程中要邀请具有相关学识经验者协助。那最重要当然就是要自提出期2个月内结案，必要时就是可以延长1个月。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时间内完成，被害人可以再跳过你，再往上一层的主管机关再去做所谓的申诉。当然，他有讲了一些就是衡酌的原则啦，就是以被害人主观的感受为判断。你看这个是很对被害人非常有利啊。我觉得你冒犯我，就是有冒犯我。这句话背后意思是这样。那当然就是要衡酌双方当事人权利的差距啦，还有不能匿名。你要检举人家这种事情，你就是要实名讲。再来就是申诉是没有期限的，对啊，然后这是性别工作平等法哦，不是性骚扰防治法哦。性骚扰防治法是1年哦，大家要记得。性别工作平等法就没有。那你当然也可以向法院或乡镇市的调解委员会去申请调解。很烦哦，反正法律就是一堆奇奇怪怪的规定，有的有时间，有的没时间，那就是大家要记得。再来，性骚扰我们就讲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最近就是其实2年前大概修了一个新法，所谓的跟踪骚扰防治法。这个其实要应对的事情是什么？恐怖情人啦，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恐怖情人。
像我那一天之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周杰伦的一首歌叫《等你回家》。其实我在听那首歌的歌词的时候，我是毛骨悚然的，因为那首歌的歌词就是妥妥的，就是跟踪骚扰防治法里面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它几乎都有了啦。对，然后听完就觉得，哇靠，你这个写这首歌，可能大家会觉得哇，这是情歌啊，这个男生对这个女生多痴情啊什么，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跟骚啊。什么？当然就是在台湾刑案里面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案例啊。不好意思。在2017年12月的时候，有一个世新大学的陈姓学生，因为喜欢学妹展开追求，所以他就用不同的方式跟踪联系长达5年。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法律没有规定这一方面的处罚，他没有进一步的可能触犯刑法，比如说强制罪、伤害罪，或者是剥夺行动自由，甚至做出一些强制性交、强制猥亵的行为的话，警察拿他没皮条，只能去把他拦下来说：“你在这边干嘛？哎呀，回家。”对啊。警察走了，他又回来，到最后这怎么办呢？1个月后，他就拿刀去刺他了。对，那这种状况其实被害人的保护其实就出现了漏洞。那再来就是2021年的4月8号，屏东发生所谓的假车祸掳杀案。那这个黄姓男子他单恋通讯行的曾姓女店员很久了，所以就从2月开始就开始性骚扰对方，然后跟踪，那也曾经报案求助。不过因为性骚扰防治法，你没有办法及时的给他一些帮助，所以女生最后挂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些社会事件导致于这一部法律的产生了。那在跟踪骚扰防治法上面的话，就是内政部这边其实有出一个所谓的懒人包啦。那什么叫做跟骚？那到底我被害人能够做什么？其实，在追求上面最常发生的就是这一种啦，因为以前大家都觉得好女怕缠男嘛，对不对？男生就是只要脸皮够厚，不要脸，有一天就能抱得美人归，这可能是传统的观念。但是现在拜托，以后千万不要教小孩做这件事，就是人家说不要就是不要。所以我都觉得这种法律的规定就是少子化最大的帮凶，就是有时候女生也不要在那边说为什么大家都不追我，对。因为法律跟你讲说不能乱追啊，你乱追，等一下我半夜传个简讯问你说你好吗？你在吗？隔天再传个你好吗？你在吗？第3天传个我们明天可以一起吃早餐吗？完蛋了，跟骚，对啊，所以这个其实就会变成大家以后会很难教小孩啊。我到底要教小孩勇敢，还是要教小孩说遇到人家拒绝的时候你就要退缩，就不要再继续下去？这真的其实我现在就是我也现在困扰也很大，因为我也是一男一女，就是一对双胞胎的小孩。好，那基本上它是111年的6月1日才去实行的啦。那跟踪骚扰行为的种类大家可以看一下：监视、观察、尾随、接近、寄送物品、冒用个资、歧视、贬义、通讯骚扰、妨害名誉跟不当追求。等你回家哪一个不是啊？你再回去，今天听完你们大家回去再找一下周杰伦的《等你回家》，然后听一下他的歌词，妥妥的跟踪骚扰，对啊。好，那如果是我被骚扰的时候怎么办？对啊，所以其实他们就会讲到法律的规定啦，就是定义的部分，人员、车辆、工具、设备、电子通讯、网际网络其他方法。那对特定人反复或持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反复或持续。那大家的理解里面，什么叫反复或持续？1次一定不算嘛，2次算吗？3次嘞，4次嘞，5次嘞？对啊，所以其实这个定义上面，我目前看过的3次就算了，对，3次大概就可能会被认为会构成。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一样嘛，违反意愿，就是你情我不愿啊。其实重点都在这里，你给的我不想要了，拜托你远离我。大家只要记得这个就好了。还有就是跟性或性别有关，这是最基本的。其实这部法律它当初要规制的就是所谓的不当追求，或者是说甚至你们可能以前是男女朋友，可能是夫妻，可是后来你们分开了，有一方面不甘愿。那持续的骚扰跟踪，甚至就是我们大家讲的说想要挽回的一些举动，
可能比较让你觉得不舒服，让你觉得被冒犯，让你觉得说我就是不想拜托你远离我，因为最常见的就是到我工作的地方去盯梢，对啊，等我下班，等我回家这一些。好，那法条规定当然就有很多啦，就是监视、观察、跟踪，或者是知悉特定人的行踪、盯梢、守候、尾随，去接近特定人的住所、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的场所。那对特定人为警告、威胁、嘲弄、辱骂、歧视、仇恨、贬义或其他相类的言语动作，或者是说就是骚扰电话、骚扰讯息啊，就是对特定人进行干扰。最常见的就是每天凌晨3点叫你起床尿尿了。对，这种真的很妖兽，就是时间到了就是打无声电话，以前很常见的就是打个就是警31还是警61，有点忘了，反正隐藏你的来电显示，然后就打电话给你。以前有室内电话比较普及的时代，你没有办法来电拒接，最常见的就是这种情形。那再来就是说，就是对特定人要求约会、联络或其他追求行为，又来了其他追求行为，这真的让我好难教啊。到底什么叫做追求行为啊？送早餐算吗？每天早上你就是上班前坐上，一坐到座位上会发现，哎，怎么有一杯咖啡？这样算吗？对啊。所以，但是大家会觉得每天早上在你桌上摆一个咖啡，也没有对你做进一步的行为，这样很过分吗？所以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有时候会变成你要整人的时候的一个工具啦，对，你要整人的时候真的就是啊，所以以前人家有时候会说法律保护坏人，其实也不是啦，法律是保护懂法律的人，对啊。那再来就是这种所谓的寄送、留置、展示、播送文字、图画、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哇哦，以前大家很常见的“我爱你”，在宿舍上面就是为了追某个，以前大家短影音很常见，就是对岸很常做的行为嘛，就是在学校上面就是挂那种拉横布条，这样就是对啊，这个可能就会掉进这个东西里面。那再来就是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妨害其名誉之讯息或物品，这种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性影像啊。你不继续跟我交往，我就把我们以前拍的裸照，我们拍的性爱影片散布给你的家人，散布给你的朋友，甚至在网络上散布。当然这个后面还会有所谓的刑法上面的散布性影像罪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教自己的小孩、亲戚、朋友，拜托不要拍，不要拍，不要拍，真的，你拍了之后的祸害无穷。我出道的时候办的这种散布性影像的片，现在网络上还搜得到，你看看都几年了，9年了，对这个女生的伤害有多大？男生没差，我就渣男嘛，我渣啊，对啊，但是女生呢，不是，对。你就一辈子大家都看得到你，那之后怎么办？你的人生怎么办？有多少男生或者是女生可以接受自己的另一半这种东西在网络上散布这么久？重点是你还移除不掉。虽然说现在我们可以有一个性影像移除中心可以协助你去做这件事，但是如果这一些伺服器的厂商或者是这些网站的伺服器的营运者不在我国境内的时候，他们只能帮你写个信啊。对啊，移不移是他家的事，所以千万记得，真的爱你的人就不要拍。对，好，那这也是顺便的法律宣导啊，不然这真的是太多了。好，那当然就是再来就是最常见的，反正我就是要骚扰你嘛，所以我就用你的名字到处去网站上订东西、买东西，甚至是假借你名誉订便当，然后再弃单。对啊，这种也很常见。反正就是我追不到你，我就让你难过，对啊，我挽回不了你，我就是要让你难过，都是要避免这些情形啊。所以当然它会有个概括的规定，就是要让他心生，要让这个被害人心生畏惧，然后会去影响他日常生活或社会活动了。你可能就会整天很担心说，妈的，我今天对不起，就是你会很担心说，我可能去到哪里又遇到他，我可能去到哪里都会出现他。我去上班路上遇到他，我下班遇到他，我回家遇到他，我甚至就是要去厕所尿尿我也遇到他，就是要避免这种状态。我会怕因为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更激烈？对，因为
人就是在这种要不到的时候毁了你，这很常见的。好了，那这个就是下一个。那什么叫干扰？这当然其实就是大概有讲了啦，就是包含所谓的打无声电话、空白传真。现在还有人在传真吗？应该没有了吧？对，然后或者是电子讯息啊，拒绝，要记得要拒绝哦。所以要很记得，不要就要讲清楚，不要就是在那边就是就是接收了，然后又没有任何的回应。要记得，不要就是不要，一定要留下我不要的记录。然后这种最重要其实就是这个啦，大家不要想说会得罪你，会得罪人，不要有这种想法，反正一定就是不要就是要不要，这是法律的规定。那其他的追求行为，这个其实就是他有讲一些比较抽象的啦，就是特定人展现其基于恋爱、憧憬、好感，或者是对其有性相关意图等感情所谓的表达行为啦。其实就是我们广义的追求行为，我就是喜欢你，所以我才会想要接近你、靠近你，希望你能够也对我相同的回报，你也要喜欢我，就是这样。这就是这个所谓其他追求行为的意思。那如果被骚扰的是我的伴侣或家人、朋友呢？这个大家最常见的战术啊，以地方包围中央，就是我可能一开始追不到你，但是我先笼络你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对，然后在最后一举拿下。所以他这个也其实也有规定，根据这是所谓跟骚法的第3条第2项，对特定人的配偶、直系血亲、同居的亲属或者是特定人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人，只要有违反意愿、反复持续做出就是法条列举的行为之一，会影响日常生活，即便跟性和性别无关，也算是跟踪骚扰行为。所以大家记得，对本人就是一定要跟性有关。但是你想要采取地方包围中央的战术的时候，这不见得，因为应该没有人会想去跟自己想要追求对象的爸爸妈妈说，我想要对你，对，应该是不会有人这样嘛，就是大概就是会做出一些这种，问一下，你女儿今天有没有上班啊？对啊，还是说你女儿现在，电话是不是换了？为什么我都联络不到她啊？类似这种的行为，可能就会掉进去这一条，当然，这些东西就是你自己要去警察局报案呐。大家记得，跟骚法的第一步要主管的机关其实是警察啦。一样啊，就是你可以去报案，你可以去报案，父母也可以去报案，都可以。发动的人不见得是要被害人啦，对。当然，在这个规定上面，被害人其实就是这些配偶、直系亲属、同居亲属或其他所谓特定生活关系密切之人。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同性伴侣，对啊，其实就会比较像是这个。当然，如果你同性伴侣之间有结婚，那可能也会落入这个，或者是有可能说你们是同事，对不对？你们平常会一起上班下班，对啊，那他可能就是想要借由同事的部分去打探你的行踪，打探你的就是生活的一些可能你的就是细节的部分，那可能大概不堪其扰的状况，就会考虑用这个东西。所以可能一不小心就犯罪了吗？一样就是落入我们一开始讲的罪刑法定啊。它当然会有一些要件，性跟性别有关，针对特定人反复持续，那也要违反意愿使人心生畏怖，要符合这些条件的时候才会有跟骚法的适用。那针对加害人的约制的部分呢，就是当然，要么就是关，要么就是罚钱，所以就会有相关的罚则。跟骚行为的话是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万元以下的罚金，要告诉乃论。你如果有携带凶器的时候，这也很常见。我以前也遇过那种男朋友要挽回女朋友，结果他怎么做嘞？他除了每天在他的社区门口盯梢之外，有一天他忍不住了，他带着水果刀直接翻墙，然后潜入这个女生的房间，躲在衣橱里面，然后等你回家的时候 ，surprise， 这女生应该吓疯了吧？对，还好是哥哥，就是非常勇敢的拿着扫把跟他搏斗，然后把他逮捕这样。但是这个真的要不鼓励啊，因为拿着刀子的人是很危险的，那种什么影片上面看到的夺刀啊，干嘛那都假的。真的，我没有骗你，你遇到拿着匕首、拿着短刀的被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你不要贸然的接近他去跟他搏斗。
所以之前在那个捷运站上面那一个长发哥，我真的非常的敬佩他。对，这真的勇者辛梅尔，大家如果有看福利脸的话，大家没有共鸣，那表示都没有看，没关系。对，对啊，所以就是会有这种，就是一些加重的规定啦。那当然跟骚法现在就是跟类似家庭暴力防治法上面有一个保护令的措施，就是你如果有这些行为的时候，其实被害人可以向法院这边申请保护令。那你如果违反保护令上面，就是又做出的诫命，又说，你不能够做这种跟踪骚扰行为的话，其实会有所谓的违反保护令罪的问题，这就是目前的法则。那我们怎么保护自己？一样啦，搜证啊，搜证都是很重要的。大家记得要告人，就是要证据啊，没有证据你是告不起来的。如果你没有证据还告得起来，这种律师的话，100%是骗你的，赚你钱的，好不好？那尤其是警告对方停止的对话，其实我刚刚有跟大家强调，一定要拒绝，大家不要怕伤他的心呐。对啊，不要想说你是我的上司，你是我的同事，大家以后难见面啊。我跟你讲，你如果真的抱持了这种想法，一再的给对方误会，觉得他有机会，那你就是要面对永无止境的骚扰。所以一定要说不，对，那不也要留下记录。好，那当然就是要去记录一些遭纠缠的时间、地点，那当然也最好录音、录影这些设备有保存，就会比较 OK。那去截一些社群软体的文章啊、留言的内容，这个也是一个算是蛮强的证据啊。那当然，大家会面临的问题就是假账号，你怎么去证明这个账号的使用者就是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用小账，尤其是在联络不到你的时候，因为大家的习惯就是你的电话我可以不接，你的电话我可以拒接，但是如果换成一个陌生来电的时候，大家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先接起来再说，看看是谁，说不定是真的是重要的电话，我会漏掉。那这种状况就是会比较麻烦，所以大家就是要记得，当你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就要有那个搜证的意识，你才能够在真正后续要提出诉讼保护自己的时候，让自己站在不败之地哈。那人际的处理上面，当然就是第一个，你要明确拒绝对方的追求啊。说真的，不要太激烈啦，对啊，因为毕竟有些人经不起刺激，他遇到刺激之后，他可能会做一些比较疯狂的举动。这尺度的拿捏，其实说真的很难，但是我只能说，大家就是要尽量就是做出这些行为。那再来就是打卡了，不要到哪都打卡。到哪都打卡，其实这个就是泄露你行踪跟你的常常去的生活圈的一个很要命的举动。还有就是你要定期换密码，尤其是可能一些男女朋友的状况比较常发生这种事，就是你的一些社交软体交往的时候密码就先全部交出来以示忠诚嘛，对不对？对啊，不是只有男生啊，因为通常女生也是会遇到这种事啊，所以就是记得分手了，反正一律推荐就是什么密码都换掉了，这样你才不会比较减少自己后续的麻烦。那当然，你如果真的已经遇到有人要跟骚的时候，出门就是尽量结伴，不要落单，因为其实你落单的状况下，其实发生危险的几率就会比较高。再来就是变换你的活动路线或交通工具，你一般的行踪跟通勤的路线被掌握的时候，其实你被堵到的几率就会大增。可是说真的，这个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不便。但是如果真的你要确保自己的安全，你大概就是也只能这样，必要的时候就换电话啦。那当然，如果是租房子，那就换地方吧。对，这个大概是这样的情形。再来，如果到警局跟地检署提告的阶段的话，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犯嫌的姓名、住所跟联络方式，跟骚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次数跟提供相关的证据。这个就是初步其实最重要的东西。你要告人，大家要记得，你不能只去讲说，警察大人、检察官大人，那个许作也跟骚我，对啊，然后什么都不讲，啊，他就跟骚我啊，人家问你说，那时间、地点、次数呢，到底是这些细节呢？啊，我不记得。你讲这种话，没有人会理你，你知道吗？因为你连自己你要告的东西你都讲不清楚了，你凭什么要叫法院或地检署去相信你？对啊。因为你讲的细节不清不楚的，我们也很难调查到底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方式，这个其实都是要有证据去支持的。好，
那警局能够做什么？警局当然一般来说就会开一个报案3联单给你啦，然后就会开始分案去做进一步的调查。那其实这一类的案件，尤其是以前我们自己在地检署职业的这种经验呢，妇幼组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组，对，因为它可能会在你一些觉得好像不会发生事情的这种松懈的心态下，就会发生悲剧。那这些悲剧一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会对你的职业、对被害人的生命，或者是他生命财产啊、健康造成完全难以挽回的结局。所以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比较老经验的人都会告诫我们这些晚辈说，你在妇幼你要很有敏感度，你只要察觉到这个犯嫌有一丝丝的危险性的时候，你的动作就要快。所以这个训练的话，我觉得目前大家大概都可以相信，就是大部分啊，我不能跟你讲100%啊，那我只跟你说，承办这一类的案件的检警大概都会有这一方面的 sense， 所以他们通常都会很快去处理这一类的案件。是，对。那当然你要就是要至少要有一个照片，有照片或者是说有一些相关的可以识别这个人是谁，要不然警察会找不到人。不过警察很厉害了，警察通常有时候可以凭着一张照片他就找得到，对，对，所以这部分其实最主要当然你还是要让大家辨识得出来是谁啊，不然你如果只是一个脸书的账号没有人脸的照片的时候。我必须跟你说，其实脸书跟 Google 在我们台湾虽然都有办事处，但是我们要向他调资料，都还是要走美国的总公司。对，就是没有那么快。所以，当然有些犯嫌很聪明，他可能会用 VPN， 就他登录的时候，其实他的 IP 都是假的，那个东西就会有点难追查。那有些人可能比较笨，他就是会用自己的行动上网。那这个就会留下记录，就有机会去找到这个人。那当然这个是后话了，这是，我会讲太多侦查的手段。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再出去不要讲了，不要讲。对，好了，对啊，都出去了，好，没关系了。对，那警局能够做什么？当然就是去着手调查，说你告的东西是不是真的。那当然就是依被害人的职权或请求去发一个书面告诫这个行为人。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还是会怕啦，大部分啊，通常走到这一步，接到警局通知跟书面告诫之后，都会收敛不少。但是真的也不排除有一些疯子，真的，这真的没办法。那再来就是，当然就是必要的时候要采取被害人的及时保护及危害防止措施。虽然警察可以做这些事，但是大家要记得，求人真的不如求己，远水救不了近火。就是在这段期间，如果发现这个人很疯狂，真的可能做出一些伤害你的举动的时候，尽量不要落单，对，然后该有的监视器要装，比如说门口，对啊，还是说房间里面的一些监视器能够有的都要有。当然最重要就是不要让他进你的房间啊，傻了吗？对，进了房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没有办法保证。好，那当然就是如果警局不理你怎么办？当然，它会有一个可以就是异议的程序，可以向上级的警察机关去异议啊。像我们一般的警局联机的层级，最常见的就是派出所。派出所其实它是分局下面的第一线的单位，它的上面就是分局。那分局再上去，比如说在台北市这一类的直辖市上面，就是会有这种所谓的市警局的部分。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是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对，好，谢谢。手机现在11:26，那我们休息10分钟，好，10分钟以后我们可以再回到这边，好，继续第二讲。那我们
好，那我们部会有准备茶水，好，在1楼的地方，那请大家可以取用。那我们就短短休息10分钟，好，大家可以上个洗手间休息一下。好。
好，我们开始要第二讲。好，那我们因为义军律师还没有到，那我有。好，那我们再请许律师，好，再继续补充一些资讯。我们尽量让上法律课有趣一点啦，可是这个真的是，对啊，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再进一步的了解哦。那我们继续回到刚刚的跟骚的部分，其实现在跟骚法它就是直接用刑罚来规制了啦，它没有像性骚扰防治法这样，就是先给你罚钱，先给你罚钱，在之后可能会再严重一点才刑罚，它其实就是直接用刑罚的规定来处理这个议题。那当然还会搭配所谓的保护令啊，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以前的保护令的话，就是所谓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上面的保护令。那家庭暴力防治法它规制的对象其实是家庭成员之间，不包含这种陌生的关系，所以在跟骚法上面就有所谓的保护令的，除了警察的就是告诫之外，还有这种保护令的申请。那保护令的违反的效果就会有所谓的刑罚的问题，它是单独的一个违反保护令罪。所以你大概看一下法律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就是行为人经警察机关依前2条项的规定为书面告诫2年内，再为跟踪骚扰行为者，被害人得向法院申请保护令。那被害人为未成年、身心障碍或者是因故难以委任代理人的话，他的配偶、法定代理人或者是3亲等内的血亲或姻亲，得为其向法院申请之啊。什么叫做3亲等？大家知道吗？大家会算亲等吗？会嘛哈，反正就是自己往上算了，对啊，然后这个警察或者是检察机关都可以依职权去向法院申请啦。所以基本上的要件的话，就是第一个，你就是要约制告诫2年内你一样有这种再犯的行为，你要可以自己申请，你当然也可以跟检察官或者是警察机关讲说，由你们帮我去向法院申请。所以这是3个管道，大家可以记得哦。那就是管辖的法院的话，就是第一个被害人的住居所地，或者是相对人的住居所地，或者是行为地，或者是结果地的地方法院，这个是管辖的部分。你只要向这几个地方的法院去递状，基本上法院都会受理了。当然，你如果是递错的话，他们会帮你转，但是可能在那边他们就是不会有一个正式的结果出来。好，那我们进行下一个哦。那违反保护令其实是会有刑责的哦，它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的罚金。其实这个还蛮重的，其实3年的青春还蛮多的。对啊，那当然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就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个啦。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性骚扰也好，还是跟踪骚扰也好，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会持续性的这一种让我们会感到害怕的举动，最重要的大家的诉求就是我能不能暂时把它关起来？其实有啦，法律有想到，这所谓的预防性羁押，这其实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羁押的概念。我们往往会觉得说，就是有一些新闻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就像上次的郑文灿的事件，大家觉得，为什么他可以交保？对，其实羁押这个东西，在法律上的要件，第一个你要犯罪嫌疑重大。就是你要有所谓的羁押的原因。那除了犯罪嫌疑重大之外，你还要有可能串证，你要有灭证，你要有逃亡，有这些种种的羁押原因加起来，在法院要去审酌有没有羁押的必要。那当然就是你会不会跑嘛？你会不会去灭证嘛？对啊，你可能有这些可能性，但是或许我觉得我给你交保就可以去防止这件事情的发生，没有羁押的必要。而且毕竟羁押其实很难过，尤其在桃园的看守所，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嘛。就在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这样子的大小，这样的大小要关10个人，对啊，对，然后你只有一扇小小的大概差不多这样子大的窗户，对，然后门口就是一个喂食孔，我都叫那个喂食孔喂猪用的，就这样的空间，然后这种温度只有一个电扇，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环境有多可怕，对，也没有冷气哦。可能不到3坪的空间要关10个人，对，因为现在空间有限，然后犯罪的人很多。当然，你如果是那种禁见的被告，很有可能就是会是不同的案件的被告会关在一起。那你还要想哦，
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而且你的马桶是一个就是开放式的蹲式的马桶，对，然后可能前面只有一个到你膝盖左右的矮墙，所以是一个完全没有空间，然后也不怎么人道的环境。其实，在里面以前我看那些监所的监视器，羁押在里面的被告大概都拖到只剩下一条内裤，然后在睡觉时间你才能躺下去，不是睡觉时间你就是要么就是大家坐成2排，然后盘腿这样坐在一起，你能干嘛呢？你不能干嘛，因为有的人可以让你带书进去，有的不行，对，所以你就变成你的时间就是在那边。我觉得如果有去过新训的男生，应该可以有那种感觉，比那个再更难过，大概10倍吧，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我会觉得是一个惩罚啦。当然它可能就是会有一个预先惩罚的效果，但它不是一个最终的定罪的结果。所以有被羁押，我们只能说他可能犯罪嫌疑重大，他可能有逃亡、串证、灭证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够直接说他就是有做。其实大家有这个概念。那预防性的羁押其实就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你可能就是法院其实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防止你去串证、灭证或者是逃亡，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防止你继续去骚扰被害人。但是这个的前提当然也是还是一样要有反复实施之余，而且要有羁押的必要，这些都是要有证据去证明的。所以这些东西大家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举证很重要。你就是要尽量提供我们检警单位一些相关的证据，让我们去做这一些事情，才能够达到你要的效果，暂时把这个人隔绝在你的生活之外。因为警察毕竟不可能24小时派一个主人跟在你身边去保护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家要有这个认知。那这个就是一个手段。那在实务上跟骚有罪判决的案例，这是我大概整理一下有罪的确定的部分啊。为了追求紧迫盯人，持续多日的去跟踪被害人上班；为了求复合，多次传送讯息、恐吓的讯息、照片，什么照片就传水果刀啦，哎呀，传子弹，最常见的传子弹啊，还是传一些就是爆炸现场啊什么这种，其实你看了会觉得，你是不是隐隐然在恐吓我？这种的照片其实都算。那为了追求被害人，不顾被害人已经明示拒绝，多次送礼，强迫被害人收下，这个也是哦，我要送你礼物也不行哦。然后再来，为了求复合，持续去传送简讯跟干扰被害人，这个其实就是大家之后要教自己的小孩，或者是年轻的一代的，就是人家真的不要了就算了吧，你不要在奇怪的时间传奇怪的简讯给人家，可能会犯罪哦。对，这个大家要记得。再来就是为了追求被害人，持续在被害人上班的便利商店去骚扰被害人，因为便利商店你不能够拒绝客人站在那里嘛，反正我就去买一杯咖啡，我就坐在你的休息区，对，然后每天这样子陪你上下班，他最后忍不住了，当然就是会有动手触摸被害人身体隐私部位的这种强制猥亵或性骚扰的行为。那这个大概就是我讲解的内容。那我们下一段就是我们教会内的相关的性骚扰防治的措施、跟申诉、跟惩戒的这些程序的部分，我们就请吕律师来进行这一段。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刚刚许律师有介绍了一下这个性骚扰啊、跟骚啊等等的相关的法律啦。那其实在教会里面也会遇到这样的困扰。那以前早期都是所谓的家丑不能外扬，可是呢，因为现在呢，这个爆料的方式实在太多，而且现在的法治观念，其实你越去把它不要说遮掩了，越不想让太多人知道，反而会让这件事情众说纷纭，然后导致模糊了焦点。所以呢，晚近呢，这个我们总会啊，以及各个教会，大家针对遇到这种事件，其实也是采取跟比照政府单位一样，我们就设置所谓的这个申诉啊、防治啊的惩戒办法。大家在教会有没有看到布告栏上一定有我们总会有发布有2个爱心，其实我之前版本有放了，那因为这次
位置的关系，所以我就把它拿掉了，就是有一个海报，好，告诉你说如果发生这些行为的时候，你要记得要申诉啊，记得要投诉啊等等之类的。好，所以我们现在教会针对这种议题呢，基本上也是抱着就是我们有设置良善的所谓的申诉管道措施。好，那我去年的版本还是2018年的，那今年我们教会，我今年要来做这个演讲的时候，我来看了一下总会的部分，总会有一个2024年5月版本刚通过的，所以我有修正了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的这次演讲的内容。那其实都是一些小修的部分，为什么要修呢？就是也是因应了跟骚法的部分。然后呢，在这个所以我们把跟骚法的部分也纳进了我们这次的这个申诉办法里面管理申诉办法里面。那另外呢，还有再加上什么呢？就是这些被害人或者这些所谓的被投诉人被申诉人，有可能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比如说被申诉的时候，那这个人还要不要继续在教会工作或在教会服侍等等的，这次的办法里面有纳进来。那还有呢，就是如果有一天发现，当然他如果真的做了这些犯罪的事情，除了这个上帝会惩罚他之外，我相信我们法律也会去惩戒他、惩处他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那倘若这个行为人最后被认为是无辜的，或者是不足以证明犯罪的，那对他来讲，他可能想要恢复他的名誉，或恢复他的当时所受的一些遭遇，因为总不能在大家都还是带着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但是事后怎么看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也是有给他所谓的澄清的管道了那当然，如果他真的有做这件事情，我们教会总会也有规定要怎么处理啦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2024年5月版的我就姑且把它称为叫做新版的，我们新版的防治申诉惩戒办法增加的部分，先跟大家概略说明。好，那接下来就来进入我们自己的这个新版的部分那等一下，哪一个是这个吗？第一个，好，那我们这惩戒办法呢？我们新版的办法呢，基本上在本教会其实就是整个总会啦所有的中会、小会，整个长老教会体制里面的受雇人员、求职者，或者是没有受雇的所属员工，这些所属人员都是啦那所谓的受雇人员这边有定义，干事职员、派遣劳工、实习生。那如果是受薪的话，有领薪水的话，是直接适用性平工作法的。好，那如果是非受雇的所属人员，就是非受雇教会的牧师、传道师、宣教师、陪餐未陪餐的会员。好，那包括但不限于这个其实也是法律的用语啦。其实就是不止这些人。除了这些人以外。但是我们也可能会把它纳入的，包括长老、执事、会员、慕道友等等的。好，那非受雇的所属人员，那也会有这个我们的法规以及跟性骚扰防治法的部分。好，所以本办法的申诉人呢，不以受雇人员、求职者所属为限所以坦白讲，只要在长老教会里面发生这些跟性骚扰有关的部分，都可以适用。这个惩戒办法那如果是受薪的，是我们刚刚讲的职场上的话，那可能是性平工作法的部分。好，这边比较等一下，字比较小了大家看一下。好，什么是性骚扰定义？因为刚刚许律师其实已经讲了很多了，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办法里面，其实也是去沿用或者是去准用啦去参考。所谓的政府的相关法制的规定，所以没有太多的法律定义上的调整。好，不然的话会说，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在政府的这个性骚扰防治法里面不是这样写我们教会为什么这个办法要这样写？所以尽量都会让法律文字的一致性好，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次的新办法把它改成是性骚扰跟权势性骚扰。那性骚扰就是适用性骚扰防治法工作。性别平等法，因为刚刚讲了嘛，如果是劳雇职场关系的话，那权势性骚扰就是纯粹是上对下的指挥监督的关系，还有这个一样职场性骚扰的部分。好，那性骚扰部分都是跟刚刚的内容几乎都是一致性的啦。权势性骚扰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也是跟刚刚许律师说的内容差不多，我就不重复好。
来，那另外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这次增加了这个跟骚法的部分。那你看大家内容，因为刚刚才讲完嘛，哈，几分钟前才讲完，所以应该还依稀记得了哈。对人员、车辆啊，用工具啊、电子通讯啊、网际网络啊，重点就是反复持续性违反意愿的部分啊，哈。然后会使因为做这些行为会使人心生畏怖啊，影响生活社会活动啊等等的。OK， 那骚扰的样式呢，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也是跟刚刚跟骚法政府的跟骚法、跟踪骚扰防治法里面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了。好，接下来就是我们如果真的遇到这些部分，在教会里面遇到这些部分，有弟兄姐妹来跟小组长、跟长职、跟牧师讲说，我可能遇到这些困扰的时候，我们不是跟他讲说啊，人家没有那个意思啊，你不要想太多。其实这是2次伤害，你应该要问他说，那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有什么样的证据保护自己或搜集证据？好，不，因为你跟他讲说你不要想太多，你就是完全否定他。那你跟他讲说你要保护自己、收集证据，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件事，你就没有什么证据啊。如果真的有这件事，你应该很好收集证据。所以你的立场是非常非常中立的，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啊，好啦，你就是站在谁谁谁那一边。好，那当然久了他就会想要找其他的管道了。OK， 好，如何提出？基本上他收集完证据，一定要先搜证再提出了。你不要说我先提出再搜证，打草惊蛇。好，因为虽然这是保密的，但是难免会有人说，或者是传出去啦，就是说，怎么会某某教会里面谁谁谁好像有什么问题嘛？好，那如果他自己是行为人，他自己就会有警惕，那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的让别人收集到证据了。好，来，所以我们收集证据，收集证据，刚刚许律师也提到了哈，刚刚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不当追求的时候，他可能传了很多讯息给你，很多女生或男生看了之后会觉得怎样？好厌烦哦，很厌烦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做一件事干嘛？把它 delete 掉，把它删除掉，删除掉就没有证据啦。所以那些厌烦的东西，请你记得要按兵不动。就是你很厌烦，你只要不断的传讯，你跟他说，请你不要再这样做，我真的很厌烦，或者我不喜欢这样。好，你如果怕太刺激他，就是我真的不太能接受你这样的言语，好，或这样的表达，类似这样。但是你不要下一个反射动作把它删除了。好，删除了你眼不见为净，到时候你没有证据，那就各说各话。好，那当我们有这些证据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向总会提出了，像这个用怎么提出呢？申诉或言辞书面的方式。好，那当然，因为内容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办法里面，我们提出要有哪些要件啊，哪些人事实地物要交代清楚。当你人事实地物交代不清楚的时候，忘了写时间，忘了写地点，忘了签名，我们都可以叫你补正。好，但是重点就来了，我们一样知悉时起2年内提出，其实是比那个性骚扰防治法还久的时间了。而行为终了时5年内超过5年者。也是会不受理哦，所以2年内要提起，而且行为终了5年内也要提起。好，那被申诉人如果是有权势地位的话，你可能会不太敢知道，所以你知道你感觉你被性骚扰的时候，也是3年内要提起，行为终了超过7年也不能提起了。那我们比较保护的是被害人是未成年的话，好，如果是小孩子，也是在他成年之后3年内也可以提出申诉，但是重点都在于。这个时间点可能都拉了很长很久了，所以怎么搜证的问题，其实民事诉讼我们在讲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这是指民事诉讼，套用在刑事诉讼程序也是一样。好，告诉人你要提出告诉的时候，为了不要让它变成最后是各说各话，怎么收集证据？好，这个反而是你要非常费尽心神的，而且还要保留证据，而且还要说明为什么你那么久才提出来。好，那接下来。在我们的新办法的第9条，申诉的部分，委员会会做成申诉书或记录啦。当然这个过程，开会讨论，或者是也会践行所谓的我们讲的有点像言辞辩论审理程序，但是不会把2个人都叫过来对质啊，因为这是最互相伤害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委员会的组成呢，这个总会的办法里面都有规定。要有专家学者然后女性的这个
专家或女性的成员委员的占有的比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好，那最后做了决定之后呢，会有这个做一个报告出来了。好，那当然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呢，会决定是成立或不成立。那这个决定之后呢，好，如果你在这个我们跳过来讲，如果你没有做成补正的话，好，也一样，就当做你不知道或不想讲，我们就会做一个不受理的判决。好，那不受理判决还是要通知当事人，跟他说，你的决定被我们不受理了。那你说，我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比如说台风啊、天灾来不及处理啊，家里都淹水了，等等之类的，我有正当事由，那一样可以提出再申诉啦。好，那性骚扰呢，基本上呢，他可能跟教会讲，也可能跟地方主管机关提出申诉。好，这个常常是我们会遇到的情形，就是他可能怕他在教会里面的申诉得不到保护，他会寻求外部申诉管道跟机制。那通常就会变成是两组人马在调查同样一件事情，最怕什么？最怕矛盾，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那到底要取谁？所以这时候呢，总会就有规定了。我们的申诉办法的话，就是我们申诉委员会就得暂停调查，也就是看地方主管机关他们的调查结果之后，我们再续行调查。也就是说，他的调查结果我们会参考，不见得会完全的采用。但是如果已经进入这个司法程序、侦审程序，因为基于侦查不公开，所以你请这个行为人来，我们讲行为人啦，就是加害人来的时候，他也可以说，因为侦查不公开，所以我不想讲。在教会的调查委员会的也不可能用强制力去勉强人家讲什么东西或提什么文件的情况之下，所以委员会是可以暂停调查的。那在司法机关做成处分或判决之后，我们再行调查。好，一样呢，这个申诉事件20天之内要通知当事人，当然就包括两造了。到底要不要续行？好，然后呢，如果这个我们可以我们会去参考这个地方主管机关跟司法机关调查的结果啦，但是不会受拘束啦。好，但是要看他调查内容啦。好，接下来跳到哪里？好，调查结果跟救济管道。好，我们收到之后7天之内就要开始调查，2个月内就要结案。那必要时可以再延1个月。好，那调查的结果我们的调查报告要附理由的决议，而且如果有认为是成立，要有惩戒或者是其他处理的方式，书面通知，这也是新的部分。这次新办法里面加进来的。好，那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委员会的决议，我们调查报告我们觉得不服，那就是有个申复机制，不是申诉，教会的是申复机制。好，没关系，这是法律用语而已啦。一样20天之内，你对于不服的部分可以提起类似像上诉的意思啦，就是申复的部分，那就会从原来的中会的处理委员会转总会的委员会来处理。好，一样会做成的调查记录再来做处理。那如果是刚刚讲的职场上的骚扰，那就用性平法，性别工作平等性别平等工作法的部分，那是向他的主管机关、地方主管机关提起申诉。那性骚扰呢，就像刚刚讲的主管机关或警察来提起了。好，你要知道要向谁啦。好，不过这个真的发生问题，用问的、用查的都可以知道，只是你要知道向哪里查、怎么查。其实关键字搜索往往是一般人遇到问题的时候不知道的情形。好，接下来就是提到我们刚刚提到的申复啦。申复呢，就是总会也是一样会有申复委员会来处理啦。那调查结果也会做成决议，然后跟刚刚一样，也会有惩戒或处理的建议然后通知两造，通知双方。好，那这个调查的结果呢，还要送地方主管跟性别的公益委员会来让主管机关知悉。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今天被申诉人，就是我们讲的行为人，他有权势地位、情节重大，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因为调查期间，如果他继续担任这个职务，大家可能会有疑虑或认为不妥，所以这次新版的办法里面，就是在调查期间可以先怎么样停止或调整这个职务，所以这个申诉委员会可以建议他的权责单位、他的主管单位来调整这个被申诉人的职务。因为以前是没有这样子的约定，所以以前要
调动的话，就会回到有没有劳基法的适用啊、调动五原则之类的。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申诉办法里面有把这一个部分纳入我们的规范里面。好，如果调查发现呢没有性骚扰的话，这个被申诉人经他的同意可以公告澄清。那他在这个调查期间呢，好，这边有提到了哈，如果调查期间呢，因为你暂停嘛，所以你可能被停薪，所以如果确定没有的话，要补给他啦。那如果调查属实呢，这就严重了啊！依照我们的工作规则，会有其他的调降、减薪、惩戒的方式。那如果不是非受雇的所属人员，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教规的其他的处理啦。这个就要去看其他的这个办法。好，那如果这个刚刚有提到了，这是重复的规定了哈。如果认为没有性骚扰的话，可以公告澄清了。好，那只是这次我们的新办法有重新声明教会的立场了。好，长老教会立场就不会因为你提出或者是协助他人申诉而解雇或调职或者做不利的处分。而且对于这个性骚扰的决议跟处理，都还要继续采取追踪、考核、监督，来确保有没有有效执行，避免同样事情或报复事件发生。这是明文规定在我们这次的办法里面的。好，就是避免说我出面了帮弟兄姐妹出头了，会不会影响自己啦？好，那简单来讲呢，这是我们这次的新修的这个惩戒办法，申诉惩戒办法的调整的部分啊，好，那其他的呢都跟之前差不多。好，那所以如果大家遇到这件事情，大家就可以知道说，至少你会知道说，我们总会有一个这样的防治措施申诉惩戒办法，可以提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好，给他们要申诉啊，好，要这个要向哪些单位啊寻求协助啊，好，而且这时候这个被申诉人可以先暂时等到怎么样的处理呀，会有一个准则的规范在这里啦，好，就可以给大家参考。最主要是要介绍说有这个办法存在，大家以后如果有问题可以去查找长老教会的这个惩戒办法。OK， 好，那接下来是 Q&A 时间啦，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其实一般人的心态都是会觉得，先去，不一定，就是他会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如果今天他是他的董事长、老板，那当然他就直接去外面了嘛，因为就知道这一定是自己的。如果是同事之间的，有的时候不想要为难，只是觉得还想要留有后面的情谊、友情、同事之情，只是想给他一个警惕，那有可能会在自己职场里面的调查委员会。但是如果已经事情情节重大，或者说其实有的时候你跟好朋友讲、好姐妹讲，或者是同事讲，那同事已经帮你去暗示、明示行为人了，行为人还是置之不理，还是认为说哪有根本没这回事。其实蛮多这种情况的，就是像刚刚许律师讲的，他自以为自己很帅啊，或自以为自己这个好女怕难缠，反正我就是一直追求就好了。当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最后你还是只能寻求外部的单位，会比较有强而有力的吓止作用了。接到公司的调查的通知书公文，跟你接到警察跟你讲，请你来做这样子的性骚扰的笔录的时候的通知书，那个杀伤力是有差的，对，嘿。但是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人都是不会走到那一步的前提，都是我有先跟你好好的沟通过，或者透过身边的好朋友劝诫过，屡劝不听，大概最后也只能这样。好，对，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你说是不是有没有优先顺序？其实没有啦，那也是有人就第一时间去报警啊，对啊，也是有人这样的，因为他也不想要影响教会里面的气氛啊，或什么之类，或公司里面的气氛，也是有人这样，也是可以啊，对 ，OK。好，还有吗？嘿，请说。
刚刚讲的，其实你可以自己选，因为性骚扰的话，它是你有提告，除非符合非告论的部分。那你刚刚讲的不是只有性骚扰，可能已经到强制猥亵或其他的犯罪行为了。那基本上你本来就可以寻求外部的司法单位的救济。其实我刚刚讲的是力道的问题，就是我所谓力道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你希望赶快快速的制止对方在做这些行为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方式会比较有效？是跟他讲说拜托你不要，还是我直接找警察告诉你说你不要？对，其实差异点是在这里。对，就是说你如果还要顾及双方的友情、友谊、同事的情谊，那你当然会觉得我先找身边的大家认识的共同朋友劝诫你一下。对，啊，当时屡劝不听，甚至他搞不好还去劝诫你认识的朋友，跟他说你帮我一起追求他，或帮我一起怎么做的时候，那你最后连你的朋友都可能觉得被骚扰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跟骚的对象不是只有包含你自己被追求的那个人，你的身边的家人、亲朋好友有可能也都是跟骚法的被害人。对，那如果说他的行为是处罚，可是在对他处罚之前，他可能就是在他被判刑之前，他可能还是会持续做这件事情，然后公司也没有要开除他的意思，那该怎么办？好，让你讲。其实这个要分成两块来说啦。一般如果你的程度已经有触犯刑罚的规定的时候，那当然这部分是刑法那边来处理。其实大部分的行政单位遇到这种东西，他就跟你讲说啊，这个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的阶段，我们不辩智慧，好，然后他就用这个把你推掉。可是这个行为人他可能不只有强制性交甚至强制猥亵的行为，他可能在做出这些严重的举动之前，他有一些事情是所谓的性骚扰，或者是职场性骚扰，或者是学校校园的性骚扰这种行为。这部分其实你还是可以依照性骚扰防治法、性别工作平等法，或者是性别平等教育法这些内部的申诉的救济管道去处理的。当然，对被害人最希望的就是，其实性别工作平等法最严重的就是雇主可以解雇你了。这大家其实应该就是你想问的，能不能走内部的，就是工作这边的管道去解雇他，让他远离你，至少让他远离你嘛，对不对？因为受惩罚人不应该是我啊，应该是你才对啊。那如果我的公司不管我的话怎么办？当然就是往主管机关那边再去做，就是进一步的申诉的动作啊。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就是2个月嘛，你2个月你东西还生不出来，那我就是跳过你，再往上面的主管机关去做这一方面的申诉，让主管机关介入来调查。这个在实务上确实也很常见啊。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你的行为的程度。如果你的行为是只有一次性的，直接就上升到强制猥亵这种程度的话，那当然就会变成是那边就是检调机关、法院这边来处理。公司这边能不能走所谓的性骚或者是性别工作平等法的解雇的处理方式，那可能就不一样。对，那当然如果他前面的行为其实还是有行政方面的救济管道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就是透过公司这边，透过主管机关这边来去解决这个行为人继续留在公司的这个问题啊。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疑问？对。敌意跟歧视，严格来讲这个算。其实最常见的破法，对啊，破法，对啊，这种其实很都有，对，都有。对，其实这就是一种很强烈的性贬义的一个用语。都可以，一起，对。因为破法其实有一点就是一个很公然侮辱的意思了。如果是尤其是在这种就是多数不特定人或多数特定人，那
可以共建共荣的状态下，甚至我们这边其实是一个开放的空间，随时可能想要参与的人都可以进来的。那这种状态就会被倾向于被认定是一种公然侮辱。那当然，另外一种状况，我关起门来骂人呢，对，我们可能就是几个同事之间都特别讨厌某一个主管，我们关起门来就骂他，就是类似这种，就当然会带着这种性贬义的用语。这个会不会符合公然？这个在实务上就有的吵了，对，因为毕竟人有言论自由嘛，有时候我们几个人关起门来骂人，我若连这样都要被处罚，其实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侵害我们的言论自由？因为我们其实几个好朋友，3、5好友，其实最常见在公司内部的群组，我们可能特别讨厌哪一个主管，结果我们5个人成立了一个群组，在里面就是骂他，骂得超难听，对啊，那个死肥猪啊，那个死胖妹啊，那个女生妈就是肥得要死，那个男生丑得要死，骂自以为很帅，对啊，就是这是类似这种就是嘲讽式的方式，大家关起门来骂，或许会符合所谓的性贬义的用语，大家其实只要这种大家其实都有感觉啦，只要有骂，一定都会有感觉，渣男，对，渣男其实这个也是哦，对，对啊，渣女。绿茶，对啊，这种其实都算，所以其实就是大家在骂人的时候要注意场合，对，因为最常见的就在这种小群体里面关起门来骂人，结果里面有一个人变内鬼了，他可能想要邀功，想要干嘛，那把这个东西拿给你们想要看的人，就是想骂的那个人看，你会被告哦，对，这都有可能，所以其实大家就是要注意那个用语啦，对啊，就是尽量不要去扯到跟这种性上面有关的事情，对。人生好难啊。娘娘腔算。但是如果你去形容一个男生娘娘腔的时候，其实大家一开始的用意一定会比较倾向于歧视你，才会用这句话。要不然你可以讲说他只是比较阴柔啊，对不对？对呀、啊，对。这种就还好，这样就还好。对。这个其实会随着社会的演进啊，大家对这种用语的观念不一样，其实会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我必须跟你讲，现在你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金刚芭比算不算？还有另外一个更模糊了，可爱大只嘛，可爱大只嘛，对不对？你看，我如果是个就是会就是尤其像很多那种就是喜欢就是变装的变装皇后，对啊，这种听起来就还好，对不对？对啊，但是你说啊，这个娘娘腔啦，哎呀，这个听起来他们就会觉得，这你好像是在贬义我，对。所以人生好难啊，讲话要小心，对。还有吗？是。是。就是我有听过很多，就是有在那个公寓大厦。对。那你有知道说我们在门口放一个监视器？对。这也常常会被邻居抗议，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好像门户之间都很靠近。那你装了自己的监视器，然后其实虽然是对他的门口，可是它的范围可能就是说，你经过这个走道就会拍到。其实应该是这样说。监视器会不会侵害别人的隐私权的部分，你要看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合理的隐私期待。当然，你把监视器装在，比如说我们一般老社区那种，可能就是老公寓那种状况，你可能装在自家的，就是门口拍着马路，在马路上就没有所谓的合理隐私期待。但是楼梯间呢，楼梯间可能就有哦。所以你装在自己家的门口就还好，但是你不能去装在他家门口，而且你拍自己的门就还好，对，对，那种我懂，对，一般来说这种你装在自己家门口就还好，但是如果你装的位置是所谓的区分所有权里面的共用部分，共用就是讲白一点叫公设了。在公设的空间，其实最好还是要得到所有区分所有权人的同意，会比较没有问题啦。他可能就会说我这不是，对他可能就会说我不想让你拍啊，你不可以装，对，这个会有争议，但是会不会构成，其实就是还是要看现场的状况去分析。我没有办法就是直接跟你说这样子可以还是这样不行，
他只能跟你讲说，原则上只要在公社的部分拍到你有经过区分所有权人开会同意，这个绝对没问题。对。那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对。说有一个韩国的这个网红，对。那他就是来台湾，就是在介绍他对。的自拍，结果有一个，但那个人是故意的。那如果说他不是故意的话，我把别人也拍到我的后面的背景下，那有其实大家都把所谓的肖像权跟隐私权的范围扩得太大了。他讲的那个是没有道理的。你肖像权，其实你还有一个要件就是意图盈利啊。你要拿你的照片来卖啊，对啊，所以其实这种有一点太过度扩张解释了。当然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其实你对这一部分你的言行不会有合理的隐私期待的，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要侵害隐私权的重要的点就是这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就像我们两个如果要讲一些私底下的事情，我们故意到一个空间关起门来讲，那第三人其实在这边录音就会侵害你们两个人的隐私权。但是我们双方彼此互相录音嘞，不会哦，因为这些话本来就是我要讲给你听的，你哪里来的隐私期待？不然大家都不要讲话，晴天感应好了。对。那如果说有一天我们两个在餐厅吃饭，对。把这梅姐她从那个餐厅的那个窗户过去，对。从外面帮我们拍了张照片。其实还是要看，那个场合到底是不是公共场所。对。就像如果我们在餐厅，其实还是有分很多配置嘛，大家都看得到，比如说百货的美食街，有没有？像那种场合就会被倾向于认定没有合理隐私期待。但是如果是包厢，那就不一样喽。对，包厢没有对外的空间的，你这样偷拍，可能就会有问题。对。那你觉得既然有窗户，大家都看得到你在这边吃饭？对，就可能就不会有这方面，所以其实法律的适用有很多不一样的情形，就是不见得会有一个通案的，就是每一种情况都适用的标准，但是就是原则啦，就是掌握那个原则啦，对。还有吗？清楚。他先，他先，不好意思，是。教会发生性骚扰，那这个就是性骚扰防治法，对。其实还是要看有没有指挥监督的关系啦。对，最主要其实权势的定义是指挥监督的关系，就是会有一个我讲的话你一定有服从的义务，或者是说你要被我管这样子的关系存在。对啊，因为大家可能会比较抽象的，就会觉得说，会籍的问题。对啊，逐出教会嘛，以前大家会常讲的逐出教会，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逐出教会。最简单的理解是这个样子啦。对啊，那如果只是单纯的长老跟就是会众之间会不会就落入权势的范围，其实还是要看他到底是用怎么样的理由去逼他就范。对啊，如果只是单纯的我们有这样子的职位，但是我并不是利用我的职务之便，不是利用这种权势的关系去逼你就范，可能就比较不会是权势了。对。那最常见的其实，如果是比如说在那种老师跟学生，尤其是教授跟指导学生之间发生这种性骚扰，如果有用这种你不听我的话，我就不让你过这样子的情形，大概就会被认为是权势。对。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对。好，那下一个问题。对。人证、物证或是影音。对。可是如果是就是很长时候，可能或是跟异性相处，然后如果不小心，就是如果有人要意图侵犯你，不想看到，或是意图侵犯你的胸部或是臀部，对。那
说老实话，偷偷的摸一下，真的没有人看到，没有拍到，你真的很难证明。对啊。其实大家想象的那种什么 DNA、指纹这些基证没有那么容易采啦，对，没有那么简单。就是大家想说，哎，我可能在你身上留下了口水，留下什么？确实在我过去处理的性侵害犯罪里面，如果比如说有一些亲吻的举动、一些行为的时候，是很常会在那个相应位置的贴身衣物上面去采到犯嫌的 DNA， 这个是有机会，但是要就是有这么严重的行为才会比较容易，而且重点是女生还不能洗澡。对，因为通常女生被性侵害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自己好脏啊，回家洗澡。我跟你讲，洗完了就完蛋了，洗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你其实就是要维持着你被侵害的状态，马上去报案去采证，这个会采得相关证据的几率是最高的。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一方面的 sense， 所以也是要请大家就是以后在教育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好朋友，都要有这个 sense， 就是你被侵害了，第一时间不要洗澡，对。但是我觉得这很难呐，但是还是要希望就是说要请大家有这一方面的意识，对啊。是。上课的时候有提到说，就是趁你没有办法反应跟抗拒的时候骚扰你。对。那像我们常常听到的就，对。你在路上走啊，那就是有一些可能很奇怪，对。他不会故意用他的肩膀或者手的对。碰你的胸部。对。那可能更恶劣，他就是摸你一把，然对。后当作没事这样子。对。那这种我们根本来不及。对你讲到，你讲到重点了，你讲到重点了，就是来不及，就是性骚扰的最主要的定义，你来不及反应，等你感受到的时候，它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没有违反意愿的问题。但收证的部分真的就只能看命了。对，我以前真的也遇过，就是那种游民，然后看到一个阿嬷骑脚踏车过去，他就手这样过来，这样摸他一把胸。对。这怎么办呢？当然就只能调到看附近有没有监视器有拍到啊，很遗憾没有拍到，怎么办？不起诉。对，没办法，因为你被摸我知道我理解啊，但是就真的没有证据。啊你说这样摸一把采到 DNA 吗？通常案件来到我这边的时候，大概已经1-2个月后了，你的衣服已经不知道洗几百遍了。啊，如果地线的警察也没有马上去做采证，通常大概就没有什么证据。你那时候就只能嘴回去啦。有啦，那个阿嬷有骂他啦，就是说，哎，你不出柜。对。他是没有告他啦。对啊，这个应该也不会是侮辱啊，这个是事实陈述了，应该还好。对。这个 OK，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但这个可以凹，这个可以凹。所以你要问清楚，你为什么要摸我哪里？对，这要讲清楚啊，你不然摸一下摸有很多地方啊，就是可能摸脸，可能摸头，可能摸什么地方，这都可以凹啦，对啊。是，对，很常见啊，这个也很常见，就是你那一天为什么要这样弄我，最常见的。啊，我又没怎样。我忍不住啊，你觉得这样有吗？我忍不住，但是我讲说我摸你哪里嘛？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举证都真的就是举证之所在，就是败诉之所在啊。大家要记得这句话。对，还有吗？徐律师，我刚才那个问题在延伸，就是说，有人反应比较快啊，可能就是说他故意去撞他，然后摸他一下，那他反应也很快，对。对。马上就过去给他一个巴掌，那这样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他？他如果告我必须跟你
讲说不要脸的人真的很多，他这样反告你的人，我不能跟你讲，有可能你会输，对，因为他有可能你不小心下手重了点，验伤会有伤。基本上在实务上大概有告诉人的指数，有验伤单，而且是当天去验的，又是当下报警的，对，是，大概就会倾向于认为有，对对。对啦，这种伤害大概就是拘役吧，对啊，对啊，如果你有办法举证你真的被性骚扰了，其实你当下你就可以去凹说我是要逮捕你。还是我要阻止你啊，对啊。对，很多状况，对，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谨慎，对吧？还有吗？那我们应该怎么保护自己，才会被出来说我们给人家跟骚或者是性骚扰？性骚扰当然就是保持距离啊，就是跟异性在相处的时候，跟你觉得好像对你有意思的同性在相处的时候。大家就是保持距离嘛，对啊，然后尤其是男生啦，男生你不要自以为很帅啦，麻烦你要做这些事情之前，先照镜子，然后顺便摸摸自己的皮夹，就是皮夹够不够厚，你是不是郭台铭？虽然说郭台铭也不见得有用啦，对，但是就是要看看自己，衡量自己的是不是真的，人家女生都会无法抗拒你，纵使是帅哥，有的人也会觉得你不帅啊，对啊，所以其实就是保持距离，那。没事，不要讲这些话，都没事。对啊你如果真的有忍不住，那你就要去承受后面可能会带来的相关的麻烦，对。好了，就这样吧，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对，谢谢各位。对。那我们再次谢谢许律师，还有林律师两位讲师哈，真的是透过他们的专业，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实务上遇到这些性骚扰或者是跟踪骚扰的案件当中，我们必须要注意什么。好，那我们接下来有几件事情要做哈。第一个，我们先来先谢饭祷告好了，待会我们谢谢建成教会今天提供这么好的场地我们谢谢知美牧师还有义典牧师他们的服侍，然后我们来请地主知美牧师来带我们做谢饭祷告，然后谢饭祷告之后，我们先一起在讲台上拍一张大合照然后我们就可以到1楼来用餐了。好，我们一起来感谢。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收获非常的丰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也不会随便的去伤害到别人。主，我们为着我们今天的讲座献上感谢的同时，我们也为着待会儿我们要用餐，感谢主你的赏赐。我们这样子献上感谢，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请大家一起来。